妈，我来叫可心。阿妈，老早，那你是安怎啊？我透早唔甲你交代过啊，讲阿妈今日有重要代志要宣布，拖到即摆才来。歹势啦，我就想讲阿妈要宣布的代志，应该是跟我无啥物关系啊。甲你每一个人拢有关系。好，今年是咱一品65周年，我会伫个周年的酒会正式宣布，咱下一代接班人是啥物人？妈，你的意思是你要换总经理？我的意思，毋是干那要换啥物人来负责管理公司难尔。我是要对俊杰甲俊豪两个人当中，选一个来继承我所有的股权。这段时间，我会看因两个人表现，甲因的成绩，看谁的成绩若好，我就互伊做我的接班人。阿妈。咱的这件代志，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无共的人做接班人，你这做副座人，这个角色当然就无共款，免哪会甲你无关系？阿妈，你即摆身体阁这么勇敢，这些决定敢会太早？人生确实是真无常，虽然我即摆身体。调养了有较好啊，啊毋过嘛无人会当保证我会当活偌久。假使我若是无能照计划做好决定，我惊后摆为着这间公司的代志，会互恁感情拍歹。那呢，不如我就先做好决定。小妹，你认为我安尼做是对，也是毋对？妈，讲真实的啦，我真正唔敢唔茫讲，你会甲一品交互阮俊豪，只要你会当互阮母仔囝为你甲安尼付出一寡心力，我就足满足啊。小明阿姨，假使讲你心肝内真正是安尼想的，那安尼你就甲阿妈讲俊豪要放弃甲俊杰竞争啊，其他的对我来讲拢无重要。可心。恁小妹阿姨，伊会安尼想，这是真正常的。我相信恁妈妈嘛会足希望我选择俊杰，对不？妈，我确实希望你会当选俊杰，啊，毋过毋是因为伊是我的后生，迄是因为遮尔侪年观察落来。我感觉俊杰才是上适合带领一品的人。莲姐，讲真实的啦，俊豪细汉的时阵哦，迄能力确实是无才调甲俊杰比。也毋过伊这几年一直拢真上进，嘛真拍拼。即马俊豪的能力真正是袂比俊杰搁较歹。要若无当初时，你哪会互伊做副总经理对吧？敢讲你毋是用伊的能力去做决定？我是要看俊杰甲俊豪有啥物才情，毋是要听恁两个伫遮一句来一句去，看啥物人讲话较厉害。俊杰，你遐坐遐无半句话，这件代志甲你无关系是无？啊？你有啥物看法？阿妈，只要你做的决定，我都无意见。不管你什么时间要来我公司来做评估，拢不要紧。我也是甲平时同款，会尽心尽力，甲我家己工作做好势。听你讲刘慧婷搁转来总公司，是你做决定是无？我啥物拢无讲。我啦妈是我的意思啦。今年的食品创意奖搁要开始啊！你袂记啊？旧年是慧婷
才会当得到迄优选奖，所以我们才提早把慧婷调转来总公司斗3工。那安尼，我就将这边比赛当作是互伊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假使伊若会当为咱一品赢这个金牌奖，那安尼伊以前的过错就拢顿顿煞。妈，敢是真实的？当然正是。假使伊若是无法度赢到这个大奖，那安尼我就随叫伊死头路。你有意见吗？我无意见。对吧？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先把门关起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小姐，他拄则阿嬷提起慧婷的代志，我发现你的态度真好，袂歹。啊，不过你嘛看会出来，俊豪甲伊妈妈最近一直在巴结恁阿嬷，嘛一直在找机会破坏咱甲阿嬷的这个感情。偏偏恁阿嬷搁要在这个时阵选接班人，本来就对咱足不利啊。我即马就是要甲你讲，假使你若在这个时阵，搁因为慧婷的代志，甲阿嬷起冲突，我烦恼到尾啊，阿嬷会选择俊豪来做接班人。妈，讲真的，其实阿嬷要选啥，对我来讲一点仔拢无重要。你莫当会当安尼想啊，俊杰。你也知影，一片是恁爸爸甲你阿公的芯片，咱一定要好好甲伊守掉。我嘛毋是讲对俊豪有意见，只是我看会出来，你的能力一直拢比俊豪较好，所以若选你来做一片的接班人，这是对你家的事业是上正确的选择。当然啦，咱人拢是有私心的。我这世人，我拢在面对吴香美的威胁。当初是，我刚才是天公伯啊，给我一个后生，我才无叫人赶出去。吴香美，伊迫害我的家庭，想要夺走我的一切。假使这个时阵，阿嬷若阁选择俊豪来做一品的接班人，那你当初是我的牺牲，毋就拢无彩工啊？妈，我知影过去，忍受着真侪痛苦。我即马敢若希望，我袂互你失望，你去辜负着你为我所承受一切。囡仔，你就是一直拢无互我失望。我才会希望你来接一品，所以刷落来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啊？我知，妈，自细汉到大汉，你万项代志拢替我设想，我真正唔知要怎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啊，你是我的宝贝后生，我无替你想，我要替什么人想呢？是吧？
俊豪，你着做你放心。有志，我家己无法度为你生一个后生，毋过我甲公司当作是咱的囡仔来照顾。我相信这15年来我的打拼，并无辜负你对一片的期待。俊杰虽然不是咱亲生的，不过伊非常的优秀。我相信伊若接手一片，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我是咧互你建议，对，你的想法拢上天然，我的想法拢上假歹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两个即摆是咧创啥？食品研发室的咧会议室隔壁呢？你是要互来开会每一个主管拢知影你两个人的冤家性啊？妈，你来要拄好。偷偷刘慧婷讲，我的松露小米布丁袂当参加这个比赛。袂当参加比赛啊？是啥物理由？总经理，这届实创奖的主题是永续经营，不过可惜要用的食材有松露，还有高档的枫糖。这款奢华的食材对一般民众来讲，不是人人拢食得起，嘛不是遐尼方便就当买得到。所以我是烦恼，可惜这个创意虽然是袂歹啊，不过评审无一定会介意。那呢，你敢有比这较好的建议？我是有开始做一寡产品啦，不过无够满意。好啦，慧婷，但既然即马无法度提出物件，互阮大家做比较，啊无时间嘛有限，大家就暂时想办法，把这个布丁做甲上好，啊好甲袂有评审感觉讲，哦，这食材太过奢华，是一个缺点，安尼就好啊。俊杰，啊你感觉呢？这正如拄则总经理讲的，即摆时间有限，而且可惜研发的产品又到根据公司部门的同意，又到决定，所以慧婷，为即摆开始，你着做好你份内的工作。好实在哦，顺利会当去比赛，啊，其他莫想伤济，莫甲做一寡无意义的代志。无意义。我甲大家同款，拢希望公司当摕到奖啊。啥种我意见就是无意义啊。我拄则意思是你也好好甲可心斗相共，互伊的产品会当顺利比赛。我无其他意思，请你莫想伤济。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，食的物件哦，对消费者来讲，就是要有新鲜感，食材就是要有冲突、有变化。可是，针对于慧婷拄啊伊的意见，那呢，你伫这产品说明这方面，你就要想办法来说服这评审，和评审感觉你这松露食材是会当甲主题做切合的，有了解无？好，我知影。好，加油，两个拢加油，吼！多谢总经理。我先来去会议室开会啊！实创奖代志，你随时注意。我是感觉哦，慧婷袂这么简单的放弃，你应该先提出更较好的想法来说服我。好，我知影。俊杰，你敢有闲？我敢会当甲你讲一下话。你是想要甲我问比赛的代志是无？毋是啦，我是想要问你，拄则你是安怎会有迄款反应，还佫决定？你是反应啥物代志啊？你哪安尼问啊？我嘛一时讲袂出来，我就是感觉你怪怪。我感觉你好亲像有代志咧隐瞒我。我哪有咧隐瞒你啦？你是想知啊？可能是我拄为美国回来，有真侪代志爱处理啊。我知影你想要伫恁阿嬷面头前好好表现，所以我毋才会遐尔坚持，绝对袂当用松露布丁去参加比赛。俊杰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若是用松露布丁去比赛哦，一定无法度摕到金牌的。毋过你嘛无其他的替代方案来代替感谢，敢讲就要因为我徛伫你这边，
就来反对可心的提案。慧婷，你应该袂因为你甲可心袂合，就来反对伊的提案，对吧？你是说我是这种人？歹势，是我刚才想过超过。不要紧啦。无俊杰，下班了，咱做伙去食饭好不好？歹势啊，因为最近我妈喺讲我阿嬷人无啥爽快，所以我若是一下班就爱随等伊，袂当互伊找到着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啊是明仔载是拜六，咱做伙去看电影。我拄则毋是讲啊，我有即个代志要处理，而且慧婷，你可能即阵爱失望啊。即阵啊，我无可能定定下班，才会使走去找你，所以希望你会使谅解。俊杰。而且你敢知影，俊杰竟然甲我讲，我袂当因为讨厌可心就为反对而反对。我敢是这种人啊！你的心情我会当理解，要毋过俊杰即摆压力一直就大啊。李俊豪逐工就爱伫咧公司来针对伊，佮加上迄个哥哥在上阿嬷反对伊甲你做伙，你哦都莫佮加步啊，听恁总经理的话去做就对啊。喂，兄弟，你真无够意思呢！为美国转来拢无讲一声。是的啊，不要紧，因啊，你若是愿意哦，请我食饭啉酒，我都原谅你。毋过我即马工课足济，爱无闲做换咧。无要紧，我等等你啊。卖好啊，等我即阵啊无闲工课，无闲刷，再甲看卖好啊。好，无你先保险。好，我知。对了，兄弟，最近恁兜的代志，你家己爱保重。好，我知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嬷无介意我甲市场的人行伤活，尤其是伊犯法，又阁是害死阿哥的凶手。为着妈，我是暂时莫去掠阿嬷生气好啊。啊，若袂是到又阁害着妈。我感觉这苦人甲较早敢若无啥共款的啊。有啊，我嘛感觉伊最近怪怪。我伫约伊见面，啊，毋过伊拢讲足无用的。结果连你嘛无法度。这真好理解啊。俊杰压力就是受过大，一个人呢，只有24点钟，伊该伫咧事业有表现，啊伫咧厝该做一个乖巧有效的囡仔。啊，即马恁呢，再搁叫伊做一个随口随到，袂当有心酸男表甲兄弟，你敢毋当小体谅伊一下？毋是啊，我都随口随到，我只是我都理解。要不过因是男女朋友呢，迄我都讲心事，啊，你这有什么意义啊？妈，我感觉阿妈最近的想法真正改变足济。啊，原本俊杰一直拢是继承人的唯一人选，啊，毋过毋知影是安怎，阿妈最近哦，煞对俊豪愈来愈偏心，害我真正哦足烦恼俊杰。妈，敢讲你拢袂烦恼阿妈甲继承人冤骂人？不管是俊杰也是俊豪，因两个人啥物人做接班人，拢是咱理解的人。阿妈会安尼安排，我想迄是因为伊想要互因两兄弟啊良性的竞争，啊有竞争才有进步啊，敢毋是？啊，毋过俊杰若真正输啊，是要安怎？那俊杰哦，甲俊豪上大个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俊杰不管是输也是赢，伊拢会胜不骄败不馁。
所以我唔才对伊遮尔有信心。敢讲你无？我，妈你是伫讲啥？我对俊杰当然嘛有信心。连科生嘛开始替俊杰咧烦恼啊！啊，看起来我会赶紧去找政府，讲俊杰甲慧婷的代志啊。有啥物伊搬转去你家住，啊，毋过伊的行为也是对我造成真大的压力。搁加上小我死啊，我甲春梅的友情，即马变成阮大家的一个禁忌。打俊杰自细汉叫你家的人当作是接班人在栽培，即马阮大家要选出一品的接班人，卡出在这个时阵，俊杰若做出令因阿嬷无欢喜的代志，那呢一定会影响到伊未来的前途。原来是这件代志啊！你来的目的哦，甲恁大家顶解来是同款的。啊，不过吼，伊是用武将的方式，伊用钱哦叫慧婷甲俊杰分手啦。啊你呢？你是用苛刻拜托的方式，叫因两个人分开。静华，假使你若好好啊，甲慧婷口劝，爱伊离开俊杰，我相信伊一定会听你的话，对无？啊，无静华，你敢知影？慧婷若甲一般的人交往，伊一定会足幸福、足快乐的。但是俊杰无同款，伊的负担、伊的压力拢足大的。因两个人若继续行落去，有真侪时阵是要牺牲慧婷的。敢讲你希望你的查某囝因为一段感情，就伤到遐尔彻底，就牺牲遐尔大？卡做因两个人继续行落去，慧婷一定会变甲足无快乐的，你知无？上重要的是，绝对袂当失去家己啦。那安尼，我甲你讲，卡斯伊有一天嫁入来你家，我甲你保证，伊绝对会失去家己，就亲像我同款。慧婷哦，甲你无共。是倒位无共？我甲慧婷同款，阮拢无啥物背景，阮拢同款无爸无母。组长，我叫有治疗。我一世人拢在替你家照顾做爸，我就是毋捌做过我家己。我只是无希望慧婷甲我行同款的路，政府。叫英啊，这件代志莫阁讲啊，除非是俊杰伊家己吼，讲要甲慧婷分手，啊若无，爱因分手是无可能。你的意思是爱我去逼俊杰离开慧婷是？对。想爱你家己哦，无去甲俊杰讲，爱甲慧婷分手啊。因为你讲袂出嘴，你想要伫俊杰面头前哦做好人，所以哦，你就走来找我，爱要做歹人。你安尼做，敢会伤过自私啊？